彰化一個月就發生3件毒駕，攏總造成4個人死亡。昨昏擴大執法是又閣掠到2件。另外，佇咧新北中和嘛有一個查甫人駕毒駛車，弄到一對姊妹仔，一個人死亡，一個人重傷。嫌犯是已經予人收押。針對這3不5時就發生毒駕的案件，行政院是按算要修法來加重刑責。山石車修一個賽過，向向偏向弄破賣場鐵門，車尾佫掃過邊的休路車甲機車。山石車車尾壞佇大路，現場是線噴噴，總共造成3個人受傷。23發生佇彰化市東國路，這車號44歲姓蔡，山石車司機，毒品快速檢查陽性，予警方移送法辦。突然好像地震，好像地震，那奇怪，聲音怎麼越來越近？然後就嚇一跳了，就趕快跑出去。毒品快篩為陽性，並將駕駛人逮捕。調查後將依涉嫌違反刑法第185-3條公共危險毒駕罪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。隨上彰化市中南路2里才拄發生4里的貨車司機駕毒駛車奪走2條人命。彰化第一財政關押，因為一個月來發生3件重大駕毒駛車車禍，轄區彰化警分局23暗時大執法，閣再查到2件駕毒駛車，5件啉酒駛車。好，給你看啦，一條線陽性啦，依托米質類陽性。新北市中和區23受死亡駛車人，數駕這依托名資料駛車佇景平大勇街路口，目龜弄入一台姊妹仔收載機車，造成一死一傷。新北第一已經採取死亡的查甫人歸押禁見，離世下晡要死亡的查甫人駛休路車，駕毒駛車經過邦橋區民生文化路口，大力啟動路邊的電火條啊，也予移送法辦。現行駕毒駛車刑責對無造成事故致人死傷者，會使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會用併罰200萬以下罰金；累犯上重會使處無期徒刑。駕毒駛車奪人性命一直發生，行政院長杜英台指示法務部檢討刑法甲其他規範，建議提高刑責。專員長已經指示法務部即刻展開全面的檢討，而對於毒駕的初犯、致死、致傷，還有連續累犯等行為人，政府會朝提高刑責及其他事前預防的方向來研議。如果在任何情形還有毒駕事件發生，我相信從重量刑、提高刑度是必然的。交通部已經要求內政部、法務部、衛福部建議提懸罰則，上緊6個月前提出修正草案。外界呼籲地方政府隨對加購買毒品快速檢查的市場，確保數量有夠，提供佇現場的警察來執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